論語溫習。今日我想同大家探索一下孝順呢個觀念。孝順係現代我哋周時都會碰到用到嘅一個詞彙。通常嘅解釋，行孝我哋就需要順聽話，聽父母嘅說話，咁樣就係孝順仔啦，孝順女啦。但係如果我哋研究儒家嘅真正典籍，從來就冇孝順呢個詞彙嘅，只有孝呢個字。而喺《孝經》裏邊就有問過：子從父之令，可謂孝乎？如果個仔就聽晒父親嘅說話，係咪就係孝啊？孔子反應好大，佢話：是何言語？是何言語？冇搞錯，點可以咁樣噶？點可以咁樣噶？咁佢跟住孔子佢哋舉個例子，佢話：天子有曾臣七人，做天子嘅有7個專門去佢勸諫嘅一個臣子，有7個；諸侯有曾臣5人，大夫有曾臣3人。你個士人要有曾友，而一個父親如果佢要成就嘅，佢要能夠有個能夠同佢去勸諫嘅一個兒子。所以孔子對孝嘅要求係兒子對父母能夠發自內心嘅恭敬，作出需要做嘅供養，但係並不要求兒子盲目咁完全咁順從父母嘅指令去做嘢，因為父母會唔會錯？會錯嘅。天子會唔會錯？會錯嘅。所以佢需要有7個真神去幫佢指出其錯誤，咁佢亦都唔會犯到太大嘅過失。諸侯有5個真神，大夫有3個真神，所以呢個而家需要父母如果係犯錯嘅兒子，佢需要做嘅唔係去順從，而係去據理而力爭。咁喺呢一方面，呢個亦都真正係孝道嘅本質。喺呢一方面，《弟子規》嗰本書講得更加清楚。咁佢話：親有過，諫使根。如果你親你父親佢有過失嘅，你唔好順從啊！你要去勸諫佢，等佢去改變，唔好做錯。言適柔聲，但係你勸諫嗰時，你唔可以去好嚴厲咁樣發晒脾氣，唔得嘅。怡顏若適咁樣去做，亦都係我哋喺個《論語》裏邊講嘅適難怡顏和顏若適，唔容易嘅，但係你都要去做勸諫。言適柔聲，諫不入，越浮諫。你勸諫佢，佢未必會立即接受嘅。唔緊要，擺先，等到父母佢能夠心中更加喜悅啦，唔係發晒火嘅事咧，再去勸諫。呢個言適柔聲，跟住佢再去，佢諫不入，佢都會做要佢諫。跟住言適柔聲，跟住就係欲號泣隨，塔無怨。於是乎父母真係都唔勸諫嘅，你自己會喊。點解啊？因為你對晒父母傷心，佢做錯事，我做仔嘅竟然幫佢唔到，塔無怨。可能你嘅父母佢一直發緊火嘅，可能會打你鬧你嘅，你都唔可以有怨恨。能夠做到咁樣嘅呢個過程，先至係真真正正喺儒家經典嚟講孝嘅本質。所以孝嘅，我哋唔可以做愚忠愚孝。有所謂去到後來儒家文化去到宋明之後會變質嘅，有所謂君要臣死，臣不死，是為不忠；父要子亡，子不亡，是為不孝。呢啲嘅觀念，如果孔子聽到嘅，我相信佢都係好似喺《孝經》嗰度講：是何言語？是何言語？點會咁㗎？點會咁㗎？所以我哋要行孝，但係
要適當地行順。如果父母佢講嘅君主講嘅嘢有錯嘅，我哋唔可以盲目咁追隨，而係需要去做勸誡。